我呢度有個意見，好希望司長係可以嚟緊去落實嘅，就係公共工程嘅批給同埋其他你嘅範疇嘅公共嘅一啲招標採購，能夠更加重用本地嘅企業同埋本地嘅居民。雖然我哋嘅 bidder 我哋嘅投資預算呢，仲有唔少嘅工程，但係會睇翻呢段時間經濟發展嘅調整或者需求調整呢，我哋一啲大型嘅跨年度、跨多年嘅工程呢，其實數量係少咗嘅。建築業界都同我哋講話係擔心 A 區逐步完成咗啲嘢之後，佢哋會少咗好多嘢做。無論對現有做緊嘅中小型啦，尤其係工程公司，佢哋都會反映，工程量少咗呢，佢哋個競爭係好劇烈。包括佢哋嚟緊呢段時間，政府其實有冇一啲政策可以支持或者幫助佢哋去升級？甚至乎係更好地未來喺啲公共工程上面嘅參與呢，包括優先聘用本地嘅僱員去參與公共嘅建築工程或者啲公共嘅批給。李議員提到公共工程，我諗我哋會考慮到公共工程嘅推展係點樣令到本地嘅企業同埋本地嘅工人能夠多一啲機會去參與。未來幾年，特區政府喺運輸工務範疇，我諗我哋嘅方針係會建設新區，不忘舊區。我哋會擺多一啲精力咧喺舊區建設嘅推動。未來會推出一啲唔同規模嘅工程咧，透過一啲書面諮詢標嘅方式咧，去令到更多嘅本地企業咧能夠參與。我哋制定我哋嘅招標文件嗰時咧，我哋會盡量考慮一啲本地工人比例嘅因素咧，令到有一個法律嘅文件咧，去管理好我哋日後外判嘅工程。